消防车甲救护车虽讲有优先路权，却因为车红灯塞车，常常发生交通事故。台北市交通局这几年开始建立紧急优先号志系统，通缩短红灯延长青灯的时间，实时到达一抓会当缩短42秒，争取黄金救援的时间。花莲有一架救护车当咧出任务，通过红灯的路口的时阵，煞甲一架公车相撞。这架救护车怎弄入去灯仔卡卡咧内底，无法度继续执行任务。拍火车甲救护车等等紧急的车辆出勤的时阵，虽然有优先的路权，无受路口号志灯号的限制，不过实际上咧执行煞是有难度。现在因为车侪无好走，甚至有发生事故的风险。如果是最前面，你就要跑出去红灯前，那你后面要退去哪里？前面如果停的技术不好，开的技术不好，你根本没地方让啊！你不是不想让，是真的没办法让。台北市交通局选出市内车侪较会塞车的29条路段，加入紧急车辆优先号志的系统。原理就是利用紧急救护的车辆及时回传 GPS 的定位，互系统会当量早计算，调整后一个路口车红灯的秒数，互紧急的车辆会当大声通行。根据消防局的统计，台北市去年有138000多件救护的案件，也有1000多件火灾，透过号志的调控，平均测一抓会当省42秒，争取更加侪抢救的时间。每月它会有大概3000趟次的这个救护跟救灾的勤务呢，会去触发这个所谓的这个等于优先移控的部分。预测紧急车辆何时到达路口，那提前开放绿灯，疏解下游的车辆。市府统计系统上线了后，伫路口救护车的事故嘛减少62.5%。目前已经建设完成的239个路口，有涵盖大型医疗院所附近的车路。未来嘛会观察感受其他较会塞车或者是救护需求较悬的路段，评估了后扩大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